有一種腎石，患者覺得非常痛，呢一種急性腎石唯有立即做手術。至於不痛嘅腎石，醫生會建議用聲波震碎為一堆小石，希望可以藉住飲多一啲水把小石沖出。不過呢個方法邏輯上犯錯，腎石當然係從石慢慢長大，當石嘅體積仲好細，理論上一下子便會被尿沖出，點可能有機會喺腎當中長大呢？若要養大粒石，一小石必須要勾住腎嘅結構，而小石要乘機長大。呢個就要解釋乜嘢係蛋白質。protein 蛋白質稱一條珠鏈，包含20種珠珠，叫氨基酸 amino acid。問題出現喺一個氨基酸，叫半胱氨酸 cysteine， 佢有一條尾巴叫 sulfhydryl SH。假如腎組織上面有蛋白質 A， 佢包含一個半胱氨酸，咁樣蛋白質 A 嘅半胱氨酸上面嘅 SH 可以勾住尿中蛋白質 B 嘅 SH， 叫雙硫鍵 disulfide bond， 連接咗 A 同 B，B 又可以連接另一個尿蛋白質 CC 連接 D， 咁樣便慢慢生出一個腎石。只要拆去雙硫鍵，成個腎石便解散。